我今天本来好想把何西阿书3章讲完，结果我一准备下去才发现何西阿书3章太丰富了，可能分2次到3次都讲不完。原因是因为我们表面上跟我们实际去读的不太一样。好，请我们打开何西阿书第3章1058面。何西阿书第3章。那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读上半节，大家读下半节。哈，来，何西阿书第3章第1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便用银子15舍客勒。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司，无柱像，无以弗得。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上帝耶和华。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我们今天只讲1、2节，来，我们把1、2节来读一遍，一起来。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便用银子15舍客勒，大麦1赫梅尔半，买它归我。”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岁末年终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开口祷告。主，求你怜悯我们，恩待我们，因为我们多次像以色列人一样背逆你、遗忘你、不以你为义，但是你仍然爱我们，你爱我们，永远爱我们。主啊，带领我们认识你的爱，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求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好，请我们打开何西阿书刚才的3章1到2节。其实3章1到5节是个整体，是上帝对以色列的爱。那用何西阿做实际的例子，因为第3章，对不起，因为第3章实在太特殊了。所以他用自传的题材，耶和华对我说，都是用我，都用我。你看第2节，我便用银子，有没有？第3节，我对他说，有没有？好，都是用我，所以它是一个自传题材，说明先知实际的经验。但是有神学家都觉得，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事实吗？加尔文这一位伟大的神学家说，这是先知所看到的异象 （vision）， 说明上帝对以色列的爱。但是你看第2节，我便用银子15舍客勒，大麦1赫梅尔半，买它归我。你看到这是什么？这是实际的行动。所以换句话说，这整段圣经都是历史的事实。那我们来看第3章跟第1章到底是不是同一件事？因为第1章讲到何西阿的妻子有生了3个孩子，就是耶斯列，对不对？还有罗阿米，还有一个，对不对？3个，对不对？他生了3个啊，可是这里都没有提到那个孩子，到底这是指同一个妇人吗？好。其实在这里讲到3章1节，一个淫妇是指到底是不是指另外一个人？但是其实呢，我们来看3章第1节，
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再次说明，再去跟1章2节跟3节不是同一件事。1章2节3节说你去娶淫妇为妻，第2节有没有看到？1章2节，可是呢，3章1节却说你再去爱，这两个不一样哦，对不对？一个是娶，一个是爱，这两个不一样。那其实这里在告诉我们什么呢？这里是说第1章叙述的哥妹，这时候他何西阿已经走了，离开了，他去当奴隶，当女奴。何西阿必须把它买回来，3章2节有没有？他必须把它买回来，这是上帝对以色列爱的写照。你看第4节、第5节就是解释嘛，有没有？第4节、第5节就是解释上帝对以色列的爱，所以第3章其实是延续第2章的叙述。好，谢谢。我们看到2章7节，请我们打开2章7节。2章7节有没有说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到；他必寻找他，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2章7节有没有说提到他要归回前夫？所以这是3章就继续这一段圣经，应用在以色列人的经验上，他们必归回来寻找上帝。所以第2章，上帝愿意以色列人再蒙怜悯，所以就变成3章1节的爱。这样说来，第3章是2章2到13节的结语，也是2章12节到13章的诠释。好，所以我们把前面这些澄清了以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来。请看第3章，你看第1节哦。我们依据来了解，第1节是上帝的命令，有没有？命令的内容不再是娶，而是去爱，对不对？好，第2节呢，就是先知就遵照的去行动，看到吗？好，第2节。好，那第3节呢，是先知对那个妇人说的话，表达他的心意，也是体验上帝的用意。好，我们看第4节跟第5节。第4节、第5节呢，就是说主要的信息，解释他为什么做这个行动。好，我们了解了以后，我们就开始来看3章第1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你看这一节哦，太丰富了，单单爱就讲了4次，有没有？所以我们如果不了解、不分辨的话，随便这样读过去哦，我们就会误解那个爱的意思。来，我们来看这个第1节说耶和华对我说，有没有？这是先知的口吻，是指的他特别的经验，领受上帝的启示。但是这句话比所有的先知不一样，所有的先知是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有没有？先知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何西阿说耶和华对我说，有没有？那请问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来，这两个差别我们可以认识一下来。那个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他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临到我。”了解吗？可是何西阿这个人，他比所有的先知跟上帝更亲密、更亲近。上帝直接对他说话，面对面。很像当年上帝对摩西面对面一样，了解吗？被感动跟上帝直接对他讲话不一样。可是耶稣呢，又更上一层了。耶稣太特殊了，所有的众先知都说耶和华如此说，有没有？所有的先知在医病那个死人复活的时候，以利亚、以利沙说怎么样？上帝啊，求你拯救他，有没有？求你拯救他。显出你的大能力来，那耶稣却说：“拉撒路出来，有没有？”对那个拿因寡妇的女儿，他说：“女儿起来。”他没有求上帝啊，他直接命令，有没有？
直接命令，表示耶稣就是上帝临到我们当中。所有的先知跟祭司祷告完了以后都说阿们阿们，有没有？那耶稣基督是把阿们阿们放在前面讲，因为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的希伯来文就是阿们阿们 ，I says to you， 阿们阿们，我告诉你们。所以换句话说，耶稣说的话就是上帝说的话，所以以色列人听起来发抖啊。他说：“这个人说话怎么这么有权柄？了解吗？”我再举个例子。在科西玛林园的时候，那些圣殿的那些警察要来抓耶稣嘛。他说：“你到底是谁？”耶稣说了一个希腊文说 ：“Emi ego， 我就是。”结果那些来抓的那一群人呢，啪，全部倒在地上，吓死了，全部倒在地上。我以前读到这一段圣经，以为亚述会办干功了哦，这里还随起千条，不是啦，因为他们在圣殿里面听到耶和华说的时候，他们赶快说阿们嘛，了解吗？他们发现耶稣是自己讲。好，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段圣经，在旧约里面，那个耶和华亲自跟他讲，这表示这个何西阿跟上帝的关系这么亲密。上帝亲自对他说什么？命令他说：“你再去把淫妇娶回来，好像你当初第一次迎娶她一样。”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他不但要他，还要聘礼嘛，这已经都很难过了，对不对？然后呢，又要你的不是啊，你这是我的收会地，听懂吗？我这手破红烂铁的，还要用那个好像在迎娶处女一样，再把它娶回来，这是很难。但是上帝这次讲的更难了，不是娶呢，是爱呢。上帝的话临到他，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上帝给他的第二次的使命，好像第一章那个蒙召一样。所以这个呼召很微妙，而且程度上不同。何西阿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大概经过了15年到20年，他那时候已经发苍苍，而视茫茫，而齿牙动摇，而血压高，了解吗？可能像我这种年龄啊，结果他的孩子已经20几岁了，他是一个老人家。离了婚了，他跟他成长的儿女住在一起，然后呢，那一位离开他的太太已经离开他了，然后还要叫他去爱，哇！你有没有发现，何西阿在这里像上一次一样，又听到上帝的话，对他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第一节说淫妇了，可是希伯来人是说是女人呐，所以我们翻译圣经的翻译圣经的是把它解释了。把它解释才翻译啦。好，那没有提到很奇妙但很特殊，没有提到歌妹的名字，但是从前面的故事跟我们以后的解释，我们知道这是暗示歌妹。先知再一次被命令去爱我想他从未停止去爱啊，从未停止去爱他的前妻。可是他的前妻呢，以今非昔比的，被他情人掳走了的淫妇，所以上帝这一次的命令跟上一次真的不一样。为什么？上一次是叫他去娶1章2节，是用结婚的用语；这一次是进一步叫他去爱同一个女人，这个命令的分量更加强。实际上说，何西阿，你去爱一个不值得爱的人，爱一个不可爱的人，爱一个另有所爱的人，哇！那为什么不说你去爱你的妻子？为什么？答案在2章2节嘛。2章2节知道，因为歌妹已经没有权利做他的妻子，正如以色列一样，他们不再是上帝的子民，所以用另外一个象征来说，他们以色列人不再是耶和华的妻子。好啊，这里讲到那个情人，这里讲到他情人那个直译是朋友啦，是指的别的男人啊。我们现在的话叫做什么？小王啦，是不是？现在的话是不是小王？对，而且小王，其实是那个比较难听，叫做奸夫啊。那我们现在的那个名词都尽量把它中性化，以前叫奸淫，对不对？啊，现在叫做什么？叫做外遇，在外面遇到的。
啊，不然就长得更浪漫一点。我好像一枝杏花，然后爬到墙外，叫做什么？啊？什么？红杏出墙啊？不然的话叫做什么？那个好像车子的轨道呢，暂时换了轨道，这个叫什么？脱轨、出轨，而且还说出轨的美感。啊，现在又把它美化叫什么？叫做什么？陪你走一段。我不要名不要分，我陪你走一段，对不对？啊，都一直把它美化。你毒药哦，加上包装，加上糖衣哦，还是毒药了。好，所以这里讲到这个人，他是一个有夫之妇，却拥有非法的伴侣，他是不贞的，他别有所终。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何西阿这时候哭啊，对不对？我当年破铜烂铁把你收回来。结果你又遗弃我，现在一离开又20年，还要我去把它找回来。结果你有没有发现，何西阿又再一次回忆他上次怎么样顺服这个命令，这一次他又照样顺服。你想想，如果你我是这样的人怎么办？我们一定不寒而栗嘛，对不对？不寒而栗。这20年来，午夜梦怀，他是一个暗夜的哭泣者。他爱他，你知道爱的刻骨铭心。结果呢，他用所有的真情换人家的绝情，对不对？他用他的深情，结果对方连表情都不给他，同意吗？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但是无论如何，他还是顺从了，还是顺从了。哦，有这种男人实在是不简单哦，对不对？何西阿，好，1章2节所说的去取，那这里3章1节说的去爱，好，这里有4个爱啦。啊，这个爱是指的意志的爱，是指着丈夫对妻子的爱。你知道那个，如果为什么那个以弗所书第5章啊，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对不对？啊，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因为做男人的不会爱啦，了解吗？不要说言语不会表达爱啦，连行动都不太会表达爱啦。我在彰化基督医院实习的时候，我感受最深的，看到那一幕，我整个吓到了。我照顾一个18岁的小女孩，她癌末死了。这个女孩子得了子宫颈癌。卵巢癌，然后呢，整个癌症全部漫到全身，然后死了。我很难过。结果他死了以后呢，他一死的时候，他妈妈就抱着尸体哭，然后护理师呢就在旁边，我就找一个护生啊，叫火力黑啦，就护生呢就去安慰他，那个护生就抱着他妈妈就一起哭，他们2个就抱着哭，然后我就去通知那个爸爸来。我一通知爸爸一来的时候，那个爸爸一来呀。他第一个眼睛就瞪着我，他说：“你这个男人来这里干什么？”就一直瞪我了。我们那个护生很尴尬的说：“这是我们医院的牧师啊。”他看到我是医院的人，他就给我鞠躬90度，然后在那边一言垂垂，给我推的。我以为他会去抱太太，或者会抱那个女儿的遗体，或者会哭啊什么，或者安慰一下，都没有在这边。好，那我回来我就把这件事情跟我的督导讲，我的 supervisor 跟我讲说。你们知道吗？中国男人会碰到太太，一种就是打太太，另外一种就是跟太太性合一。除了这2个以外，不会去温柔。我不晓得你会不会从小看到你爸爸跟你妈妈看电视的时候，给他摸摸头发、吃狗狗，你一口我一个，会不会这样子？都不会了。这我那一次看到了，所以我心里面都很难过，说真的是这样啊，这样的表达的好。所以在这里讲的爱呢，不只限于情爱，夫妻间的性爱不是，更不是1章2节的取那种合法的爱。根据何西阿书整卷书的看法这种是什么呢？你看9章15节是一种怜悯的爱，怜悯的爱。你可以恨他，可以气他，可以骂他，但是何西阿，上帝是怜悯，这种怜悯的爱。好，11章1节是一种眷顾的爱，我对你不离不弃，
我因为我在你旁边眷顾着你。我虽然对你松手，但是我不是放手不管，我就在你旁边，你随时需要我，我就随时下来眷顾。好，10章第4节是一种甘愿的爱，意志的爱。我的爱是出于我的本意，不管你爱不爱我，我还是要爱你。好，是一种用实际的行动去医治的爱，跟去照顾的爱，眷顾跟关怀的爱。所以何西阿书3章1节说：“你再去爱，就是用上帝的爱去爱。”如果我们的新约的话，希腊文就有分了，这种爱叫阿嘎佩，阿嘎佩，神圣的爱。好，有人把它翻作爱加倍了。好，阿嘎佩，阿嘎佩的爱。所以他这里意思就是说，你要用耶和华对你的爱去爱他们。你想一想，以色列人怎么配得这样的爱呢？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上帝的爱就这么不合理，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人观念里面是，你若敬我3分，对不对？我就敬你3分，对不对？你给我1口，我就还你1斗。你退让3尺，我就退让3尺，我们就有6尺巷。人都是说，对不对？所以你看台语的布袋戏有没有一个人叫做钟亚林？他说：“人不还我，我不还人；人就还我，我不饶人。”有没有这句话？就是这种报复性的。可是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超越的爱。所以何西阿看出这种奇妙的爱，也明白丈夫对妻子的爱应该是这样的重要。不论妻子是否对他忠贞，他对妻子的爱始终不渝。这是上帝对先知的命令啊！其实爱可以用命令的吗？爱可以用命令的吗？爱不是要让人家自甘乐意吗？事实上，这是上帝的作为，他希望上帝的仆人也是这样。好，我在这里重新解释一下哦。爱是一种命令，爱上帝亲自做了典范，所以命令。爱能够命令的原因，是因为爱不是一种感觉。我问年轻人10个几乎有10个都跟我讲说，爱是一种感觉。所以我以前辅导一个人，那个人说他本来爱一个女孩子，爱得要死，突然看到一个动作不雅，他就拒绝她，然后就骂她，把她恶魔化。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极端呢？你把她天使化，对不对？投射她是天使，结果发现她另外一面，你就把她变成魔鬼。他说：“陈牧师，不是我不爱她。”是我里面没有那个爱的感觉呢，上帝没有把这个爱给我呢，所以我没办法再爱他了。我说还好嘞，还好你还没娶她呢，你娶了以后，万一说哇，你怎么那个挖鼻孔呢？哦，我没办法爱你了，不优雅。所以他把爱当作一种感觉，错了，爱是一种意志。我举个例子来，请问哥林多前书13章。爱是恒久忍耐，是意志还是感觉？爱是恒久忍耐，比如说我选择坚持到底，永不放弃的意思。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有恩慈的意思是说，我选择做有建设性的事，做有建设性的事。所以有人问说：“你结婚会不会后悔？你结婚会什么什么什么？”我跟他讲说：“我不会，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呢。我只有想过我怎么样让我的婚姻更美好，使我们夫妻更相爱，了解吗？生儿育女下来了，哇，儿女很多艰辛。人家问我你会不会后悔生下来？我说不会后悔，我只会想到如何把它做得更好。这叫做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就是坚持到底，做有建设性的事。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选择成全对方。不自夸，爱是选择夸赞对方。所以那个很多的哥林多前书13章很多的负向的表列，不怎么样的意思，这是犹太人的特殊的句型，他们就是强调重要，这样了解吗？反过来重要，譬如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意思，就是爱是怎么样造就人。举个例子，圣经上说不可奸淫的意思，不是说你不要有婚外情而已。而是你在婚姻里面应该享受婚姻里面的爱跟美。不可杀人的意思不是说我没有杀人哦，而是我要维持你的生命的健康跟你生命的尊严。所以耶稣说你不能骂弟兄是拉家的，贬义人让人家去自杀。
所以这个是反过来，意思是你要尊重人的生命的尊严、人格权的尊严，使人在你面前活得有价值、有意义，以至于他能够觉得活得会更美好。这样了解吗？所以整天被羞辱、被贬义，他就很想自杀嘛，对不对？好，这样了解了吗？所以1章里面的爱，好，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爱，来，我们请看第3章第1节。结果以色列人呢，就是他情人所爱。好，这里多有个爱了，有没有？还有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那个葡萄饼是用葡萄晒干做成的饼，那是可以耐久存放，适合在做军粮或者长途旅行。不过这时候他们是用来向巴力献祭的时候，然后来分给崇拜者吃。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把葡萄饼看得比全世界所有变成世界所有的一切？所以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多么卑下跟不配呀！还有情人所爱的爱，是指着2个人之间性的上瘾行为，在那边情欲的性爱。如果用希腊文叫做 eros 是情欲的爱。phileo 的动词是有爱，所以呢 philosophy 是智慧嘛，爱智就变哲学了，有没有 philosophy 啊？你知道那个有一个叫 Delphia 兄弟嘛 ，Philadelphia 菲拉铁菲就是爱兄弟啊。就美国有个城市叫菲拉铁菲嘛，费城啊，费城的意思就是兄弟之爱啊。哦 ，philo 是指的人与人间友谊的爱，那 eros 是人与人之间情欲的爱。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以色列人所追求的是情欲的爱，结果变成淫乱的行为。他们的爱情是肉欲，它是低下的，是情欲的，是感官的，是狂欢的。这是表征属灵的淫乱，也是指的身心灵的淫行。那个情人不是丈夫，本来是友伴，那友伴怎么可以变成情人呢？可见他乱掉了。好，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在这里呈现2种爱，一种是上帝要求他怎么爱以色列人，要何西阿去爱哥妹啊；另外一种是哥妹跟巴力跟在当庙妓那些人的那些男欢女爱，这爱，好，这2个不一样。所以你看第1节的下半节说，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上主还是爱他们。这个就是这样。所以上帝借着何西阿屡次的责备以色列人，不可以认识别神，不可以那别神是指巴力跟他的名号。这是10诫的第1诫，何西阿非常的熟悉。他跟申命记的作者一样，很着重上帝的爱，在于爱上帝，在于憎恨别的神。在主前第8世纪，只有何西阿强调别的神啊，在阿摩斯书跟以赛亚书跟弥迦书都没有。那何西阿的第3章里面显示爱有很多的面向，这一点很精彩。他用了4次。那何西阿去爱一个女人，要好像上帝爱以色列人一样，好，这种，而这个女人都被他情人所爱，而且他爱吃葡萄饼，这个爱呢是另外一种爱，所以有2种。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在这里，他人的精力跟生命真的有限了，人不是爱这个就厌恶那个啦。所以，当人一把所有的精神都用在爱别的东西，他真的不能再深刻的去爱上帝。就好像大腿的肌肉如果不走路就萎缩，同样的，如果不能用真正的爱去爱上帝，结果他的力量、精力都没有了，都没有了。如果你在上班的时候整天都打瞌睡，因为你晚上又跑去什么当夜猫子，又去什么，那你就根本都没有精神。
所以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也被训练到很不节制。我差不多4年前、5年前去韩国的时候，我吓了一跳。我去那个以马内利教会啊，韩国有个卫理公会以马内利教会，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3000多人了、第二次去的时候，经过10年，他们都13000了。13000的时候，早上的早祷差不多有3000多人。以前我看他们早祷哦，一半都年轻人，啊，4点到6点的时候，大部分都老人啦。但是呢，后面呢6点到7点都年轻人。我上次去看的时候，3000多个人，你知道大学生、年轻人，你猜有几个？你猜？以前是1000多人，现在是零呢。我很惊讶，问他们为什么零？他说没办法，韩剧啊，然后再过来3C 产品，整个韩国的网络一陷下去，没有人爬不起来了，没有人在早祷了，所以很可惜。好，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里爱来做反省来。第一个，在何西阿书里面，爱有几个意义，我们再来讲更细一点。第一个是指着从什么东西获得乐趣，就好像歌妹她的情人陪伴她作乐。好，以色列人从葡萄饼中获得口腹之乐。好。这从什么得到真正的乐趣？好，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爱。好，第二个，刚才讲的是3章1节。第二个，像以色列跟巴力之间不正当的关系，那种奴性的爱，奴性的爱，在1996年那一年哦，台湾突然出版社里面突然出版了8本书。同时出版版书，那8本书都在讲那个迷恋的爱，那个爱的太切，爱的迷恋就是我可不可以为你受苦一点啊？你可不可以爱我一点？然后呢，被爱呢就被压制、被剥削、被羞辱啊，还在那边整天讨好这种人啊，这就是巴力对他们的爱。你知道这种爱很恐怖，对不对？恐怖情人啊，爱的时候就把你榨干，把你剥削，让你很没有尊严。然后羞辱你、大骂你啊！你还要苦苦的哀求他，这些人叫做斯德哥尔摩什么症候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圣经上非常恨恶我们这种爱啊！我们以为这是爱的伟大，这是爱的伟大。我爱呢，就为你做牛做马，被你羞辱，被你牺牲。其实这是指着以色列跟巴力不正当的关系。2章7节、12节、15节跟9章10节都在讲这一切。然后呢，或者他们对待亚述像贿赂情人一样，这种迷恋的爱是很可怕的。这2种好，第3个意味着忠心，付出高昂的代价。譬如说，这种是立约的爱，永不改变的爱。例如，上耶和华不顾歌妹，不顾以色列的淫乱，何西阿不顾歌妹的淫乱，上帝仍然命令何西阿去爱他，那种忠心哦。忠心好，第4个是表明上帝爱以色列人的许多面向，譬如说，他从幼年就从埃及招他们出来，11章1节，在青年的时候用慈绳爱索来牵引他，来磨练他，11章4节，纵使他不忠，3章1节，仍然坚忍，即使他发义怒，仍然宽恕。医治他们背道的罪，14章第4节。换句话说，这种真爱在用我们。好，那我问你们了，请问我们今天如果不从圣经里面看到典范，我们对我们的儿女之间的爱，我们看一下。我们很多人哦，我在台北的时候，我们都特别去做那个国中的妈妈成长班，因为台北人。我看高雄也一样，孩子一上了国小5年级青春期前期以后，开始产生主体意识，然后跟孩子、跟父母就对杠，对不对？然后不然就跟父母讲话，然后不然就用3C 产品进到家里都不理家人啊，类似这类的，很多人都很无助又很无奈，这样的情形怎么处理？圣经上要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的孩子在幼小的时候，需要对他们各种爱。我们上次有讲过了，
你一责罚孩子完了，就要蹲下来抱他，而且再三的肯定说“我爱你”。这种关系如果没有这样做，你所有对孩子的启发，变成孩子的伤痕，变成孩子的伤痕啊！那种伤痕呢，以后他都刻骨铭心。到青少年他能够动的时候，他就不理了，了解吗？他有朋友了，所以这时候我们要赶快跟他复合，说：“爸爸处罚你，妈妈处罚你，我真正是爱你。”他说：“你才不爱我了，我真的爱你。”还是抱他。这种好，到了幼年的时候，这是幼年的时候；到了青年的时候，用慈神爱手。这圣经讲的慈神爱手的意思是什么呢？很简单，几个动作。慈神爱手就是用慈悲的心，用恩典。好，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他不理你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几件事情是：第一个，当我们要教导孩子，我们先注意我的榜样在教导之前。我活不出这种榜样，我教导他就被孩子看扁，你知道吗？看扁，然后他心里觉得你讲话为善，尤其在教会里面，如果用宗教来逼迫，那么更苦。所以你们有听过牧师的儿子是魔鬼的孙子？我看到那个牧师那讲话为善，孩子很不屑，这种太多了。还有长老的孩子，那整个那个闹都很有名的。那这个原因是这样子，他假冒为善，假冒为善。OK， 所以青少年需要榜样跟典范。上帝用这种榜样跟典范，所以叫何西阿，何西阿还是愿意去行。如果年轻人，第二个，你的跟孩子的关系一定在管教之先。跟孩子的关系一好，你讲什么话，他都正向解释。关系不好，你怎么讲，他都变扭曲。同意吗？一扭曲了，你跟他教都没办法教，他就把你变成负向思考。所以关系在管教之前啊。第三个呢，我就发现什么？喜悦在建立关系之前，孩子在怎么样拗、怎么闹的时候，我心中还是喜悦他，而不是看到他就怨恨，然后写在脸上，那种太老实、太成熟，就跟孩子关系都很不好。这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 ？Wait and 什么 ？and blessing， 要等候孩子，等候孩子。孩子不跟我讲话也没关系，坐在车上，顶多拍拍他肩膀，就不讲话就不讲话嘛。等他愿意开口，我才愿意跟他讲话，随时在身边。这段等候期、忍耐期很辛苦，然后心中就为他祝福，期许他会更好。所以这叫做慈神爱手，牵引着他，然后给他的磨练，意思就是 discipline。还是要求孩子该有的纪律建立起来，然后呢，等到他犯错犯那个的时候，还是要易怒。好，关于这个管教部分，我们下礼拜要来讲那个上帝的爱，这一方面很精彩。爱不是说啊，你都接纳他，随便他，不是这样，是有 discipline， 是有管教，是有纪律的。那这是下礼拜的，我们就是第3节嘛。第3节讲到他哥妹好像找回来的爱，真正爱。爱里面一定有管教，爱里面一定有纪律。好，这是第3节的。好，这样讲完了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一段圣经就教导我们去认识这种爱。好，那我最后再谈一个观念来，因为何西阿书是比较是智慧文学，它没有像雅歌。我很想有机会服务团契，我真的来带雅歌。我在带雅歌也很精彩。我上次在那个服务团契有带过雅歌，才带过1章多，我就被调走了。其实应该把它整个查完。雅歌里面呢，就说到什么，夫妻之间的爱，不是柏拉图式的爱啊，了解吗？夫妻之间的爱是可以享受鱼水之欢，可以享受那个很美的东西。所以那个陪伴呐，那个像情人那样陪伴呐，像朋友那样交谈呐，友谊啊，什么东西在夫妻里面都是可以。所以师母在带那个姐妹成长班的时候，沟通层次是先从什么交换什么资讯，打招呼，交换资讯，然后再做来交换 thinking 想法，再交换 willing 交换说我们要共同成就某件事，还有交换 feeling， 到最后身心灵的合一。那这一方面是圣经上有非常完美的教导，
可是何西阿书不谈这个，何西阿书倒是把这个当作对立面这样了解吗？其实夫妻之间关于这一方面不是对立面但是何西阿书的时候是他的妻子不愿意，反而这个好，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圣经上所谓的贞洁是对外关闭，对内开放这个哥妹是对外开放对先生关闭这不对嘛？了解吗？所以说是这个问题。好，那这个如果以后有机会夫团契的时候，我们来查雅歌很精彩。好，我们来看第二节，这个第二节我们来做今天的结束。第二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便用银子15舍客勒，大麦1赫梅尔，买它归我。好，何西阿一听从上帝的命令，去爱那个不真的妻子，其实已经不配他做他妻子，去赎他回来。他用这种具体的行动来表现这样的爱，所以他付出的代价有现金，就是银子，还有大麦。那个舍客勒本来是重量的单位，后来变成银币的单位。1舍客勒大概等于11.5公克，差不多1舍客勒大概是一个工人4天的工资1个舍客勒。好，请问他有几个舍客勒？15个舍客勒。15个舍客勒大概2个月的薪水2个月的薪水。好，所以圣经上记载一个奴隶呢是30个舍客勒，所以一个奴隶来是120天的工资。好，如果一个人的薪水是10万块的话，那120天6个月嘛，大概60万就买一个人，就这样。好，何西阿仅用那1赫梅尔呢，约11桶，大概220公斤，所以1赫梅尔半呢，大概差不多60加仑330公升330公升大概等于15舍客勒，所以何西阿仅用了一个女奴的身价30舍客勒就可以把哥妹买来。从这里可以看到，那些背离上帝的人，他本来可以做贵重的器皿，却成了一个很卑贱的器皿。这让我们也想到犹大用30两银子就把耶稣卖掉。好，那我们来注意为什么？因为当时买奴隶没有人在用那个麦子没有啦，都用现金那为什么那个，而且还没有，大部分都用小麦怎么用大麦呢？因为大麦是不能做面包的，大麦是最贱的，大麦通常只有小麦的价格的1半，所以大麦通常是在饥荒的时候才拿来做面粉，很少用。你知道耶稣拿着5个饼2条鱼，有没有？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那个5个饼是5个大麦饼是那时候最穷的人身上所以耶稣拿着5个大麦饼，表示那个小朋友是最穷的人，吃不起小麦饼就是吃那个最粗糙的大麦饼，然后耶稣可以从那个大麦饼使别人蒙福。换句话说，我们再怎么样的不堪不配人看我们不起，上帝还会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是这样子。好，那为什么要付这种代价呢？为什么要付这种代价？我们来看，你知道吗？他那时候自甘堕落，被卖为女奴，或者去当庙妓，所以何西阿必须用这样的代价，从神庙中把他赎出来，或者他成为一个男人的性奴，他要跟那个男人提出分所费。何西阿为什么用银子跟大麦饼呢？正常情况下，赎价通常都用现金，可能暗示着何西阿凑不出钱来，把他家里最后那个保命的那个大麦你知道小麦、大麦那个贵单的灰信都拿出来了，去变卖了，去把它赎回来。你有没有发现，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上帝愿意付出
任何的代价。好，这里有给我们反省，请问哥妹为什么失去自由呢？不是她丈夫把她卖的嘛？不是嘛？别人也没有出卖她嘛？她怎么会作践自己呢？是她甘心堕落，然后甘心让庙宇来出卖她，作为她向巴力献身的代价。这圣经上没有交代，但是可以让我们有这些联想。所以何西阿的回应是用具体的行动显出这种代价多么的昂贵。这里也可以看出一个老传道人年老了实在家里没有什么财产了，最后连他养生的都表出来，就是要把他太太赎回来。这个爱也很不简单了，这个很不简单。他注意上帝对他去爱的命令，他回应，所以他要完成上帝的计划，不惜承担一切的去爱。所以在这里讲，爱是有行动的，爱是具体的，爱是不看重他的银子，也不看重那个，而是看重人的价值。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耶稣看重我们的价值，贵重到一个地步？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如果天平的两端，一边是全世界，一边是你我，我告诉你，我们会往下沉，全世界会浮上来。这是在上帝的眼光里面，真的，上帝这样看重我们，这样的爱我们。好，今天的整个的查经就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许多人都可以做到像何西阿一样去娶这个人，被命令了。但是很少人能够像何西阿第二次的命令说：“我愿意去爱。”爱是一种命令，爱是一种命令。所以我今天这样学以后，我们要好好的从这段圣经来学到爱要用言语去表达，爱更要用具体的行为去表现体贴，去表现细腻。爱更需要用智慧。根据对方的不同的情况下，或者是体贴的爱，或者是怜悯的爱，或者是一种松手的爱，或者是一种照顾的爱，或者是医治的爱，各一种都不一样，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这里，让我们学会，爱不只需要用言语跟行动，爱也需要用智慧，智慧的爱。好，在这里告诉我们，也愿意我们用具体的行动来表达爱，把我们为了爱的缘故，把我们所有其他东西都暂时放下。有些人爱他的事业过于爱他的儿女，他儿女整个都垮了。有没有这样的人？看太多了。你知道比尔盖茨之前全美国第一大富翁的是保罗盖蒂。保罗盖蒂离婚了4次，这犹太人。保罗盖蒂的儿女被绑架，把耳朵割起来，他1毛钱都不出。他说：“你把手剁掉，我也不会给。”结果他那个人真的没有把他手剁掉了。他所有儿女都跟他不亲，他父亲也跟他不亲，就是这样子。我也看过了。如果没有好的榜样跟典范，我们最近报纸登一个人，哇，又是他的儿子。才在前年把他搞掉10亿10亿台币，然后垮了又去选某一个地方当议员，又继续整他的爸爸，他爸爸最近又气到加护病房。你知道为什么吗？大家看不懂，我看得懂啊。这个爸爸疼儿子，那个长子曾经当过很大的官呐当过很大官。他二儿子他看不起，他疼儿子，可是二儿子呢从小跟妈妈很好。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他爸爸外遇，一直不断搞女人啊，他妈妈痛苦，哭唯一向他诉苦的。好，我在这里提醒，夫妻再怎么样痛苦，绝对不要把夫妻之间的冤屈跟任何痛苦跟儿女讲，同意吗？尤其叫儿女仲裁，尤其要叫儿女选边站，
而且还把儿子当做自己的情人这样诉苦，那更糟糕，更糟糕，绝对不能做。你一定让你的儿女变成上瘾行为。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一本书叫做《家庭会伤人》？张老师出版是不是？那本书第1年就卖了60万本。那一本书的作者是一个修士，是一个神父，上瘾行为、酗酒什么，他就讲到他家庭啊。其实我知道他背后，他那个痛苦。OK， 所以这个孩子从小最恨他爸爸外遇伤他妈妈，结果等到他长大了，他再用恨他爸爸，结果所作所为跟他爸爸一样。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今天看了这段圣经以后，我们就开始回顾圣经要我们的是用那个真正的爱。因为上帝这么爱我们，甚至把他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然后呢，这样对我们这样无条件的爱，我们要把这样的爱领受了以后，以爱还爱，这样的恩典领受以后，以恩报恩。所以基督徒不是比别人更好，不是我们有更高的道德标准，而是我们被爱感化，被爱融化，看到爱的典范，然后爱产生动力。所以我们今天是从这里学到动力，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要何西阿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你还是爱他们。主啊，你就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多少次的悖逆，我们多少次的灰心冷淡，我们多少次的故意。但是你仍然爱我们，你用你的慈绳爱索牵引我们，你磨练我们，你用你的爱吸引我们。主啊，你纵然对我们发出易怒，你仍然是宽恕，你还医治我们背道的病。主，我们感受到何西阿再娶回歌妹这样的故事也发生在我们身上，你就是这样的爱我们。主，求你也给我们恩典跟力量，让我们用你所爱的爱去爱那我们认为不可爱的人，尤其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以及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求主施恩怜悯赐福，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